让三甲组织伫教会来做伙敬拜，学着咱的上帝。其实一年的时间真正是过了真紧吼，敢若亲像拄仔跨年了，拄仔较讲2023年开始啊，却无想到2024年就已经搁要到啊。你经历上帝恩典偌济？伫过去的这当你所经历上帝伫你生命所成就的代志有偌济？每一项所领受的，每一项所体会拢无共，但是我相信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伫内面。特别伫这个今年要结束进前，虽然咱离跨年阁有几点钟还未到但是伫这个时阵，我嘛先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你边仔兄弟姊妹，介绍讲新年恭喜，愿上帝大大来祝福你。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阮伫天的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你的引带，对2023年的头一日，到伫2023年的最后一日，你犹原保守看顾。虽然伫今年，阮每一项拄着的境遇拢无共款，但是阮犹原献上感谢，因为伫阮的人生内面，有主，你是阮上大的倚靠。有主你的同在，就是上美好的代志。求主你继续引带阮，继续带领阮，无论伫今年、伫明年，还是伫未来的每一天，拢诚做是阮的头前的引带。也求主帮助阮，透过今仔早起时，阮读的圣经，阮所听主你的话语，搁一摆诚做是阮的帮助，诚做是阮的鼓励。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伫圣经内面有侪无共款的祈祷，先知会上帝来祈祷，文道嘛会上帝来祈祷，甚至连耶稣嘛会上帝来祈祷。虽然看见圣经内面有侪无共款的祈祷，但是今仔特别要用一个人叫做雅比斯的祈祷来大家来分享。望这个祈祷嘛诚做是咱的祈祷，望雅比斯所求的。雅比斯伊所望发生伫伊身上的遮个代志，也来成就伫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一开始我问讲，今年毋知对你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还是今年对你来讲，你有经历着啥物款的代志？伫台湾的媒体，每一档拢会选出台湾年度的代表语。伫过去3档，2020年选出来的字叫做疫情的疫，这应该大家拢爱体会到，因为伫这过去的几档，咱拢一直经历着疫情的困扰。伫2021年选出来伫台湾的代表的字是在，就是大家拢伫厝，因为无法度出门。伫去年所选出来的字叫做脏，物件足侪遮民生的物件拢有起价，所以去年所选出来的是“涨”这个字。今年有人知今年选出啥物字？有人已经看到啊。今年所选出来的字，用台语来讲，会当讲是欠缺。提出这个字人，伊认为伫今年台湾有一寡，嘛是同款有一寡物件所欠缺，但是最后伊认为一项代志是伫今年。台湾人非常欠缺安全感。伊认为台湾对足侪虽然有足侪的物质的条件，有侪的物件通享受，但是内心欠缺着安全感。伫昨暗时，我带遮提无区的青少年，阮做伙回顾一档所发生的代志的时，特别阮看为台湾的社会为咱的国家所发生的代志，为1月一直到12月，带因来回顾，嘛为遮发生的代志来祈祷。阮咧回顾的时阵，发现哇，确实，台湾伫过去这一档有侪互人感觉欢喜的代志，但是大部分认为这是台湾伫过去2023年所经历的一个字。毋知今年你的代表的字是啥物？毋知对你来讲，你要请你写一字，你的代表字毋知是啥物？毋知对你今年来讲，今年是啥物款的一年？
但是我像头前咧讲，头前咧祈祷咧讲，无论你今年的代表句是啥，咱犹原献上感谢，因为对2023年一开始到2023年要结束时，上帝犹原在带领。每一个代表句背后，拢有伊特别的意义，拢有伊特别要表达出来的代志。特别咱今仔要看即个雅比斯的祈祷，雅比斯这个人，伊的名背后嘛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我想大部分的人，你的名拢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当咱的父母在为着咱号名的时阵，可能拢有某一款的期待，拢有某一款对即个囡仔有一寡。伊的名内面要有互一寡无共款的价值，但是雅比斯这个人真特别，伊的名咱拄仔读着圣经，伊讲伊的名所代表的意思叫做痛苦。奇怪，哪有人叫做痛苦？可能伊细汉的时阵，伊边仔伊的朋友边仔的囡仔看起来拢叫阿苦啊阿苦啊阿苦啊，伊的名就叫做痛苦。奇怪，哪有一个囡仔，咱出世的时阵，若看到。一个囡仔，你一定是甲伊祝福，你一定会甲伊惜命。但是雅比斯这个名，伊的名叫叫做痛苦。因为咱读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咱有看到讲，伊的老母甲伊的名叫做雅比斯，意思是我生伊的时阵真艰苦，所以伊的老母就甲伊的名叫做是艰苦。哇！你想，一个人一出世，伊的名就叫做艰苦。伊可能会认为啊，我一生可能就真正是足艰苦的。而且伊边人看到伊嘛，一直讲啊，阿苦啊，阿苦啊，阿苦啊，你就是较痛苦的人。对这样来讲，对雅比斯伊来讲，但是圣经却描述伊是比别人更较受尊重、受别人更较敬重的一个人。代表雅比斯伊伫个性命，伊无看轻，伊嘛无认为讲啊，我就是遮苦，我就是安尼啊，我的人生就是安尼。雅比斯因向上帝做一个祈祷，互伊对痛苦拢是烦恼的性命，真做是一个尊贵得到上帝福气的祈祷。伊了解伊的性命，只会用做一项代志，就是仰望上帝尔。虽然今日要透过雅比斯的祈祷，咱搁一摆来思考，茫互咱鼓励，伫新的一冬。伫新的一冬要来的时，无论今年你过了安怎，无论今年你的代表给你写了啥物，但是伫新的一冬，透过雅比斯的祈祷，透过雅比斯伊对上帝的信靠，互咱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看见。所以头一个我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雅比斯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伊愿意祈祷，伊愿意祈祷来追求上帝的心意。伊嘛明白这是会当生命继续往前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第一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雅比斯的祈祷，伊非常深信伫上帝的祝福甲上帝的应允。第一项要和大家做来分享的是雅比斯伊非常清楚上帝的祝福甲上帝的应允。雅比斯伫开始的祈祷，伊甲上帝求讨一项代志，伊讲求上帝大大来赐福互我。雅比斯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求你大大来赐福我。咱看见雅比斯做了一项代志，伊毋是追求别人的能力，追求别人的气力来帮助伊，互伊来改变伊的人生，互伊来改变伊即摆的状况。雅比斯伊认定一项代志，只有耶和华是迄个赐福的上帝。伊一生认定只有耶和华上帝是通帮助伊的这位上帝。雅比斯虽望咱看见伊的性命，伊可能一开始互叫做痛苦、困苦。你嘛会当想象拄仔讲着，伊可能为细汉的时阵，就互人起笑讲：你的名哪何做安尼？你的名哪叫痛苦？伊可能对细汉的时阵，伊可能一直听着这款的话，可能对伊内底伊家己的性命，伊对伊内心可能嘛有真侪疑问，讲啊，真正是安尼吗？但是咱看见为雅比斯的祈祷，伊第一项代志，伊非常清楚了解，求上帝大大来赐福予伊。伊知伊性命的源头，伊知
要追求应允甲祝福的源头是对上帝遐来。虽然别人讲啊，你是一个痛苦的人，你是一个无受欢迎的人，你是一个无价值的人。但是雅比书非常清楚，伊知是谁创造伊的，伊知伊要领受祝福的源头是对伊对来的。所以甲上帝讲：上帝啊，只有你是我独一的倚靠。上帝，只有你是我唯一通倚靠的上帝。而且更较重要的是，咱领受着祝福，是要为着啥物？咱领受着上帝求讲啊，上帝，求你互我赐福我，上帝你互我祝福。咱领受着上帝的祝福，上重要是要做啥物？当然，咱会当享受伫上帝的同在，享受伫上帝互咱济济的恩典。但是领受祝福嘛，毋是自私，着享受伫家己的身上。领受祝福嘛，毋是只有自私享受伫家己身上。啊，上帝，你着赐福我啥物物件拢袂。上帝啊，你着我欠缺，你全部拢互我。因为你的祝福，你的应允，我主啊，互我搁较济，互我搁较济。搁较重要的，毋是只有领受上帝的祝福，搁较重要的是领受这个祝福了后，毋是只有伫家己的身上，领受祝福了后，爱去祝福伫别人的身上。今咱读的圣经其实要读着，你若有机会看历代志继续看，你会看见雅比书，伊伫伊的厝内，伊接待这个文士，伊接待这个研究圣经的人。伊伫伊厝内接待遮个人，伊开放伊个家庭来帮助遮个人，会当继续做研究圣经的工作。你看见雅比书伊向上帝祈祷了后，伊讲上帝求你赐福我，上帝祝福伊，伊祝福了伊，毋是只有家己享受，只有家己领受尔，更较重要，伊是将遮个祝福来分享互别人。互别人嘛通继续领受到这款上帝带来的应允甲祝福。伫圣经内面，咱嘛看见伫旧约内面有一个咱非常了解的人物，叫做亚伯拉罕。当上帝呼召伊讲，我要呼召你到一个新的所在的时，上帝讲要指示你到一个新的所在。上帝讲要互你成做是一个大的国家，要互你成做是一个大的民族。上帝讲：我要赐福互你，要赐福亚伯拉罕，叫你的名真做是大。但是上帝最后嘛讲一项代志，互你得到祝福，互你的性命更较丰盛，毋那是为着你家己尔。互你的性命更较丰盛，你的性命得到上帝的福气，是要为着会当去祝福别人。这是上重要的代志，毋是只有咱家己享受尔。毋是家己咱拥有这款的恩典，搁较会想咱安怎去分享。一开始咧分享讲台湾人今年有侪人选出来叫这是欠，为虾米欠？讲着有人欠着安全感，伊认为伊伫伊生命内面，伊毋知要去对找着会当满足伊的生命的代志，伊毋知会当去追求虾米物件，才会当互伊的生命会当搁较丰盛。亲兄弟姊妹，当咱领受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咱享受着这个恩典、这个丰盛了后，咱嘛敢有学习会当继续来分享这个祝福，互遐认为着欠缺的，无论伫咱的国家内面、咱的社会内面，甚至伫咱的家庭内面，将这个丰盛满足，将这上帝的祝福来互咱身躯边的人嘛做伙来领受咧。上帝互咱得到祝福，毋是只有为着咱家己尔，搁较重要是要分享出去。所以雅比书的第一个祈祷，互咱看见，伊非常清楚上帝的祝福伫伊身上来成就，伊非常清楚上帝伫伊生命有特别计划，上帝嘛要应允，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无共款。伫下面向大家分享是咱看见雅比书的祈祷，上帝求讨，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意象。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咱看见雅比书上帝祈祷，求上帝互伊有一个新的生命意象，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雅比书上帝来祈祷，伊继续祈祷讲啥？伊讲上帝，求你来确定我的境界。上帝求你来确定我的境界。你若看国语的现代中文译本，伊讲互我济济的土地。现代中文译本伊是翻译讲，
互我有侪侪的土地。头先讲到，咱领受祝福尔，领受上帝的祝福，毋是只有家己享受，领受这个祝福，确定我的境界，嘛毋是上帝叫上帝，互我的事业袂当做甲愈较大，我的地位愈较悬，我的影响力搁较大，互我通享受，就是为着要互别人敬重，毋是为着这。其实上重要的意思。当雅比斯向上帝祈祷，讲上帝求你确定我生命的境界时，所要面对的是要面对一个生命的征战。伊要面对的是一个生命的征战。拄仔讲到现代中文译本，伊讲赐我搁较侪的土地。当有人看见赐我搁较侪土地，就认为雅比斯伊咧向上帝求啥？会当求搁较好个，会当有搁较侪的钱财，有搁较侪的地位。但是实际上毋是。其实伊咧求上帝，当有互一个新的意向、新的目标去面对伊生命中的真正。为什么安尼讲？伫当时雅比斯的环境拄好嘛，是拄着约书亚带领着这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开始进入伫迦南地，开始含这当地的民族开始伫世界征战的时阵。所以，咱看起雅比斯向上帝来祈祷讲。上帝，确定我的境界。上帝，互我得到搁较侪的土地，迄是爱面对一个征战的。以色列人因爱拼性命去和当地的迦南人去抢土地，为着要确定，为着要完成上帝放伫因的民族，放伫因心中的目标甲意向。这个经文所看确定我的境界。互我过到搁较好，互我会当拥有搁较济。毋是，伊的祈祷是要成就上帝放伫因生命中，甚至是伊的民族的心意。当伊向上帝讲上帝，确定我的境界，上帝互我会当拥有搁较济的土地时，伊是咧面对一项代志，伊爱行出伊家己认为非常舒适的所在，伊爱去面对新的挑战，伊爱去面对新的征战。伊爱去勇敢，爱勇敢向前。雅比斯向上帝祈祷讲：上帝，互我一个意向。上帝，互我一新的，要来的时阵，互我一个目标。但主啊，这是一个征战。主啊，这是一个确定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主，互我通知，最后是要完成你放伫我生命的目标，放伫我生命的意向是啥物？新的一天嘛要到。2024年，毋知上帝放伫你生命的意向是啥物？上帝要互你新的目标是啥物？但是伫这个确定的过程，可能咱拢会拄着无共款的征战，咱可能拢会拄着无共款的挑战伫咱的生命内面。但是毋免惊吓，上帝伫这个内面带领咱，互咱通勇敢来向前，生命继续来成长。有新的意向、新的目标、新的方向，目的拢是要经历上帝的作为伫咱的生命中。生命继续来成长，生命继续来向前，有新的目标，有新的意向，虽然会带来新的挑战，可能有无适应的所在，但是这拢是要为着经历上帝特别的作为伫咱的生命。所以伫以赛亚书54章第2节。锁条的锁，甲伊锁甲紧绷，他甲顶甲好了，因为你的四面拓展领土，所以嘛亲像以赛亚书安尼讲的，爱不断去扩展。但是扩展过程中，追求迄个新的目标、新的意向的时阵，犹原通知上帝伫头前带路。上帝伫头前来带咱行迄条咱无行过的路，上帝互咱有勇敢壮大来行。所以，既然雅基书因上帝求讲爱有意向，爱有目标，伊要行一条无行过的路，伊要来确定伊生命的境界，伊嘛继续向上帝来祈祷，上帝求你来互我同行，上帝求你来保护我。所以继续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雅比书的祈祷，伊来追求上帝和伊做伙同行，
追求上帝的同在，伊嘛追求上帝的保护。我必须向上帝来祈祷讲，愿你常常甲我同在。我必须对上帝讲，主啊，求你常常甲我同在。伫原文希伯来的圣经，伊的意思是讲，愿你的手甲我同在，愿主你的手甲我同在，愿主你大有气力的手甲我同在，愿主你大有气力的手扛着我，甲我同在。我必须有啥做这款的祈祷？为什么伊爱追求上帝做伙和伊同在，嘛追求上帝的保护？为什么伊爱上帝的手甲牵呢？为什么爱上帝甲引带，互伊通继续行头前的道路？有时阵，咱的生命虽然不断的扩展，生命不断的成长，生命不断的往前行，但是有时阵可能嘛，因为安尼失去了方向。有时阵可能生命目标伤济，至到咱可能无容易看清真正的方向，上帝要带领咱要行往什么款的所在，所以更较需要追求上帝的同在甲引带。所以我必须甲上帝讲，主啊，求你甲我做伙同行，主啊，求你保护我，主啊，求你引带我行伫迄条正确的道路，主啊，求你的手来引带我，主啊，求你的手来牵着我。互我一步路无行过这条，所以伫撒母耳记下卷22章33节，嘛安尼来讲，伊讲这位我坚固的避难所，伊互我的道路安全。这位上帝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伊互我所行的道路安全。新的一当，咱嘛向上帝来祈求，主啊，求你继续来引带。含我来同行人生的每一条路，新的一当24年，拢无人行过，无人经历过，毋知头前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毋知佫有什么款的代志，什么款的挑战，可能放伫咱的面前。但是为咱会当向上帝来求讨的是，追求上帝和咱做伙同行，追求上帝的同在，也追求上帝的保护。亲像我必须所做的祈祷共款，当伊要面对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挑战的时，甲上帝讲：上帝，求你的手牵我，求你的手帮助我。我必须嘛做了一个祈祷，我必须继续伊个祈祷讲：主啊，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痛苦。我必须嘛向上帝讲：上帝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痛苦。我必须伊了解家己的软弱，伊嘛了解伊家己的限制是啥物。所以讲，应甲上帝讲，上帝，互我来确定我，上帝，互我一个目标，上帝，互我意向，上帝求你来引带，求你来带领保护，求你来束缚。但是我必须上帝伊嘛了解，伊是有限制的人，伊嘛了解家己的软弱是啥物。所以，上帝祈祷，伊甲上帝讲啥？上帝，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着痛苦。我必须互咱同在，确实伫咱的人生的道路，咱拢会拄着患难、困苦的代志。咱的人生拢会拄着患难、拄着困苦的代志，甚至是侪咱料想无到的代志。但是咱会当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无伫遐陷入遐的软弱，陷入遐的试探内面。我必须的祈祷，毋是讲咱拢永远袂有痛苦，永远拢袂有苦难。我必须的祈祷，互咱看见咱是软弱的，咱是有限制的，所以咱更较爱向上帝祈祷，向上帝求讨，求上帝来甲咱相甲伫地。其实除了我必须向上帝来祈祷讲，莫互我会当陷你伫试探，陷你伫软弱，陷你伫痛苦了后以外，佫有一个代志，和伊的名有真大的关系。当我必须甲上帝讲，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痛苦的时，伫这段经文佫有另外一个意思，和伊的名有真大的关系。伊的名叫做痛苦，因为啥物？因为老母生伊的时阵非常痛苦，所以叫伊痛苦。所以我必须其实这个祈祷背后嘛有另外一个意思，
伊咧甲上帝讲：主啊，求你，互我的性命嘛，无爱真做是造成别人痛苦的人。主啊，帮助我的性命，袂造成别人的痛苦。互我的性命真正是真做是会当祝福别人。性命是会当真做是一性命，毋是互人感觉我的存在是痛苦的，我的存在是带来无快乐的。我必须向上帝祈祷，上帝，虽望我的命可能就痛苦，上帝虽望我即摆的状况是安尼，上帝，我虽望即摆可能拄着大的困难，但是上帝帮助我，互我的性命毋通变做是别人的痛苦，互我的性命通真做是祝福别人的性命。所以我必须非常清楚，家己是软弱的，伊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是嘛，上帝求祷讲，上帝，你嘛帮助我，互我毋通真做别人的痛苦，爱互我通真做是别人的祝福。主耶稣教导的祈祷文，咱伫礼拜开始前，咱嘛有读即个祈祷文。耶稣嘛安尼教导讲，求你互阮会当脱离迄个歹的，互阮袂当陷到迄个袂单单的迄个试探。耶稣嘛安尼教导，咱确实有咱侪限制。咱确实有咱侪需要调整的，咱确实有咱侪每一样无共款的缺点，有软弱的所在。但是真正搁一届求上帝帮助，互透过上帝，互咱搁一届看清咱生命的真相，互咱看见咱生命的限制，互咱的生命嘛无浸入伫遮的试探，也是浸入伫遮的软弱。嘛，互咱的生命会当真做是一个祝福别人的生命。我想这个雅比斯的祈祷，互咱看见一项代志。虽然雅比斯伊这个人，伊所经历的代志，伊所面对的环境，可能无法度随改变，因为伊的名就叫雅比斯。可能伊边的人嘛，有人继续甲讲啊，你就是阿苦啊，你就是阿苦啊，你就是叫痛苦。可能伊的环境无法度马上改变。但是伊通改变的，是伊对上帝瓦靠的心境，伊会当随改变。环境可能无法度改变，但是伊的心态、伊的内心会当随改变。所以，上帝做出安尼款的祈祷，上帝来求讨，求上帝来帮助。伊真做是一个来瓦靠上帝、上帝祈祷的人。所以，诗篇90篇12节，诗篇的诗人嘛安尼讲：求你教示阮。通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一冬一冬在过，一日一日在过。求上帝帮助咱，真正嘛是不断伫每一日在算每一日经历每一日的时阵，搁一摆来思考，搁一摆来想。上帝，求你来甲我同行，上帝求你来甲我保护，上帝求你来甲我引带。我的环境可能无法度改变。我的环境可能无法度随改变，但是求主帮助我，互我的心态通改变。求主通互我，毋甲秘书共款，会当做出这种信心的宣告，会当做出这种信心的祈祷，来向上帝求。一开始问讲，对来讲，今年的代表语是啥物？但是嘛要来问大家，毋知对明年你要写落啥物款的代表语？可能今年代表你已经想着，你已经有一寡想法啊。我想着今年代表你可能是啥物，但是毋知明年你的代表语是啥物？毋知你明年你所想的、你所计划、你上帝祈祷、你所期待发生的、你所代表的语是啥物？昨暗时，我含遮的青少年，当阮做伙回顾台湾发生的代志，伫因学校所发生的代志，伫因规当生命发生的代志。了后，我嘛邀请因写落明年，因为要向上帝祈祷的代志，因为你明年要代表向上帝求祷的是啥物？我想这嘛真做是互咱一个方向，一个新的目标。愿上帝帮助咱。伫这个新的目标的内面，伫这里找求一个新的代表的背后，
看见上帝奇妙的恩典甲带领。最后要分享一个神学家伊所讲过的话。这个神学家是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学习将咱的过去，已经过去的年日，就放伫上帝的怜悯下面；将咱的现在放伫上帝的慈爱；将咱的未来放伫上帝的供应。过去已经过去啊，但是阮上帝怜悯。但是伫现在，咱犹原享受伫上帝的慈